这个外岛的医疗资源真欠缺，像绿岛4000外个人，敢若一个医生。加在台东县政府已经甲医大病院合作，4月初5开始，就会阁加派2个医生到绿岛去支援。啊，人事嘛有同款的问题，器材少，无骹手，医生拢是24小时咧待命。 囡仔头壳受伤啊，妈妈带查囝到绿岛唯一的医疗单位卫生所就诊，煞甲医生发生口角，因为讲医生敢若顾食饭无看诊。虽然过长工事件澄清拢是误会，但是嘛有绿岛医疗困境再度浮就台面。绿岛4000多人只有1名医师，想要好好看诊根本是无可能的任务。台东县政府协调医大病院4月初5开始提供医疗资源，增派2名医师提供服务，分担工作。 但是比绿岛更较远小块红头树，乡亲若是破病，因所担心的就是是不是有机会。这边天气不怎么好，后送有危险啊。他除非要那个急转诊，不然你转诊他也不给你位置啊，也是要补位啊。目前只有一间航空公司陪红头树每家厝3个转诊机位被保留。在台湾根本没什么大不了，就是诊所就可以看到的病。可是对我们而言，我们就是要千里迢迢，我们就是一定要搭这趟飞机，搭这趟船。离开红头树看病，等于是客命甲一半。当地卫生所医师加护理师总共17位工作人员来照顾5000人的健康。医护人员住伫卫生所楼顶的小宿舍，随时待命。 就是我们这边不分门诊、急诊啊，就是人来了就是要看。台湾要做什么电脑断层啊，要做什么核磁共振啊，那个都很简单，这边没有办法。资源不足、医病关系紧张、恶性循环，这是需要解决的难题。只希望会当有病院进驻，提升医疗品质，嘛解决医护人员欠缺的问题。